鲁阳起修营研造，去年的不用出家的时节，阿爸讲要带我哋去鲁阳。今夜下全台湾嘅鲁阳重体动道，我哋向下讨论动道摆。最尾先听一个伫半山派交通寒酸里片，总有庸庸太俗嘅鲁阳体。一想到总算做定让来离开都市嘅吵闹，离开课本嘅刺菜，还有同太自然接近嘅好机会。我就开始期待接受神人嘅召唤。鲁阳嘅前一餐诶，我就开始本头去准备要用到嘅物品，像帐篷衰退、野炊嘅工具，使你用嘅行行都会款起来。阿哥还带点吉他研究就无理数嘅吉他，露台带上去，阿爸带吊柄，大家都想伫2日切带表空。我同阿妹都抢强晒舞，太太演嘅毛诶，防晒嘅嫩叶，米白嘅面膜。一行都无经日打造，我就兴嘟嘟的视察的出发，路旁嘅风景动静，青山绿水，调年花香，本人心情一直爽爽。半路边呢，我就做到鲁阳体的，阿爸指挥大家伫较平整嘅空地方扎营。经过点个钟嘅七手八脚，总算安好2只帐篷。阿妹伫树底下嘅灶台上煮一大锅嘅泡面，里边有肉有卵。有青菜，还有看到皮豆就尽流后兰的，像可兰的。一讲人伫野外嘅体育船就食到肚苍苍的，我明天都是本地树身下，凉风强强的吹来，唔到底的就衰脱的。露台绑了一节旧米草弄来嘅屁弓，我一落响，佢就乱咪一下。伫发发嘅墙草体，我两下又滚又粘，规身的搞到粒粒粒粒。看到阿爸拿点石桶的同吊柄，我就用米压压的停伫石背米，去到行水顺，结束结局跳入水腹肚，浸点冰凉的山行水，顶热复复的天是石头心凉，一直到日头要落山嘞，我就看到有半石桶的鱼的，摇摇风风转到鲁阳体，大家向下同树准备暗船，阿哥去火配肉，阿妹煮汤，我同露台减碗筷，阿爸打七尺。伫暗叔叔有点清嘅天梯之间，我就坐伫火台旁顺打吊丝，同阿哥谈情讲天南地北，半风吹动嘅火光，照伫大家带点笑容嘅面孔，又温暖又幸福，咪係我最难忘嘅一擺回憶。用日头向嘅跳杆李秀峰连冰了日，阿妹突然同老妹转撞下看家婆，一下茶家婆看到我两姊妹实实行减來同我哋南嘿嘿，笑到再合唔咩。阿妹一生人就去屋檐下，不時啲從燈當摩連度一節一節烏索索嘅東西見屁見講，很香嘅日頭香味哦，日頭又會有香味呢。我妹唔記問阿妹，嗰係乜嘅東西啊？阿妹應講，也係跳杆。家婆拿一紮從頭嘅本嚟同老妹看，也從頭嘅洗澡就變跳杆。天底下兩隻竹籃嘅仲黏黏家婆種嘅從頭嘅，一條一條從藍藍又長溜溜嘅，橙色嘅條嘅又會變到硬 Q 又烏卡卡。老妹眼靜靜嘅看等樹旁幾條從頭嘅細細聲嘅講，你來去做下邊起水了。阿妹松樹看起兩隻竹籃嘅太上險嚟同老妹停定幾行。阿妹同從頭嘅細槍頭面切脫，冰入水泡泡滾嘅太黃馬肚，個飲掉嘅鹽落去線，有得較黃較老嘅從頭嘅線托起來，然後用細鑊頭煮，差唔多煮5-6分鐘，從頭嘅轉槍就流起來，冰落冇連肚，拿到鑊堂本日頭洗。家婆講，洗有3日等走水變跳杆，再個煎一節一節冰落油脂推嘅，冷凍半年咪唔會壞。幾條濕熟冰涼嘅老從頭嘅，阿妹響來同老妹天數白跳鹽冰落溫度，和交代兩姊妹做唔得調色咯。我做乜解啊？老妹頭烏烏嘅悶，定下人都知。
阿妹紧讲紧同家婆打眼怪。稍等，阿妹拿出针线，将我两姊妹同一粒一粒的跳绳牵起来，线两条搭好势，两条长长长长的跳绳拍链就做好的。原来也是阿妹生日的时节最好要个出事，好势又好搞。若莫将紧挂定嘅跳绳拍链唔攀得实，好无睇啲台灯，又是不乏行路。家婆看到最索索嘅打杂嘅面皮，可唔係歡喜嘅笑容。念阿妹，家婆注意睇木頭管排骨梅，起木前含白兩粒麻鳥卵切細細啲嘅壓落去搞搞啊。甜白色嘅梅因皮起來很香啊。平常時最唔顧嘅老妹，一碗跳管梅是槍槍，愛連會3碗還唔夠煙，食到有你條香嘅跳管，半夢都會跳燒。做嘅怎樣經驗作？前幾日同阿弟姑去老山花，我一路資本去看，也係貴族，也係吳業族、馬族、苗栗族、聶族。阿弟姑閒閒訪問講，阿爸唔認為是按度做嘅。係啊，因為人行人喺上方對做嘅較了解，做嘅一生都有太陽做得拿來幸福嘅種地木筍做得地風，種咩做得做林馬、本基、火蟲、米羅、魔林。竹筍做得食，竹葉竹殼做得讀種嘅，竹叉做得做卡巴團草結，春到嘅竹頭竹節不起小火，火灰拿來葉皮係清環保嘅用品。羅浮感園對面太尊橋順有一頓當高太嘅馬族，伏背兩間有一大片嘅貴族林。阿妹3分2時會興飲貴族殼，將馬族葉細槍細爪準備來讀種嘅。機關係用貴族殼讀米種。用馬竹葉讀板種同門種，正宗嘅時節，竹葉竹殼嘅香味，連同種香化做水煙衝到貴族下，嘅係本面習慣度記憶清層嘅美食。行人對竹筍嘅利用當出名，西門西草就有幾項同竹筍有關嘅料理，像係煲炕肉做皮湯，另外還做得炒肉蘆筍飯，一盤歡迎推介幾下碗飯。往擺手尾場貴種嘅都係做林馬嘅做工當油命，聽講年產量貴10萬檔銷路一發，賣到全省去。這樣時，家家屋面前排定張專業來嘅做嘅，幅度嘅太年寫字3萬變林馬，森林人踏出탕葉，規街路野馬野米嘅人鬧熱漸漸。不過，等等時代變化，工業化嘅產品大量生產便宜又耐用，傳統嘅東西是冇人愛嘅。做嘅對生人嚟講係有特別嘅意義，那係飯餐唔通人講，做小嘅一徛出來，無就乖乖，無就挖頭切聲。頭擺生人嘅那個模式過竹筍炒肉絲，一燒啊落去，鹽絲就一籃一籃，很唔甘，木質等等切出來。不過過2-3日嘅唔記得通，又開始盤徛弄人嘅。嗰時嘅生人嘅冇乜嘅東西好搞，太自然就係記得有料嘅天體。報紙雜啊都係數落嘅，貴族季節都係求棍嘅，盤一車就開始啲甜度高野球，對下晝搞到團舞，一下係太上鹹3陣，一下係太上鹹紅不啷托天托地活動都會顯得起，大家都搞到汗流脈絡一身奶滾滾嘅，未到按摩洗手太人鹹轉張業務，唔過好天忙下嘅，皮愛強現準備食足少嘅了。我同東風氣候研究經營嘅下係天時動人，我哋將行業阿 Q 公不卡，阿 Q 公就順晒看望出，對另一條講，我來去採研將拆嘅門不離巴咧。
嘿，这叫的色彩含强，对奶融入去，同阿拍菜烤特一样噶。澳门要到，夹法还蛮讲说，那就数到命令嘞。伊同阿 Q 公天数，那张对家婆婆较行下出，一下诶又经过家婆婆面前，阿 Q 伫屋都看到，小到太马上讲，希望呢都讲娘 Q 公嘅灯诶，无牙嘅暗好错咧，太咁咩啲，迄60歲嘅阿 Q 公錯唔hết，唔係12歲嘅愛。菜園嘅拆嘅門飛飛，落落嘅阿 Q 公同佢敲正角hết，固定好來，我行前去上嘅天數來，阿 Q 公講，嘅咩嘅處處，野樹悠悠，行較快啊，我本係出到嘅冇格實，雖然我同佢評估比佢行較大，巧嘅，佢行喺進來細細年嘅，佢用原先嘅殘落體嘅籬笆，我夾夾行前去上嘅天數倉，佢又講，我估嘅唔曉得啦，看到好下。風正勁動人，我同風對看轉身，睇我嘅毛會來起來，按樣都我本日專業牙兩嘅地度咧。看阿 Q 公做事，停佢細步，佢要進前一步，我就先後退一步。風咩欺負阿 Q 公唔多？平常時講法，像向雷公用嘅阿 Q 公，不離巴嘅時節，當有耐心，咩做到當有公，天天嘅順，天天嘅補，佢走體嘅寡田。啲籬笆方殘到黑黑打結咧，咩本佢天天嚟跳開來，同佢平常時講法練練棍嘅樣式，全冇共樣。就按用2-3年，我退後一步，佢進前一步；我退後一步，佢又進前一步。向下長拆嘅門，不籬笆，唐風講法，險來同阿 Q 講天數，唔請佢啲順條咁講哦，然都談到下面呢嘅方太人來讀圖嘅生嘅，我。同阿 Q 公當風，阿 Q 公嘅目珠唔好，見一下看唔到嘅。唔過，嗰時節阿 Q 公又小點講，有哦，有樣加一點風。學種菜有必定研作，一學期學校安排試驗會教種菜嘅體驗活動，全班同5年級嘅學長子共下參加。雖然一開始有啲會驚自己對農作物嘅知識唔啦，不過經過先生嘅耐心解說同同事做，本來學到青多。我哋最先進行嘅係發揚嘅洗頭，指導先生教我哋樣板新鮮適合嘅菜葉。同菜園嘅原味啲用苗盤地度，再個強強嘅鋪一層奶啲蛋糕，裝淋水。一個過程看起來像運動簡單，需要耐心同細心。因為搭粒菜園嘅都按4粒，先生講搭佛標3粒菜園嘅，唔過數量太嘅，唔拄好又標到太多咧，實在冇簡單。我一下第二識到自家種嘅菜是無限改色，下來學習嘅係突蟲嘅，也係我最少嘅。先生示範樣板用天然嘅方式來防蟲害，唔係直接用化學農藥，我哋學會做天然嘅除蟲水。一種水係用辣椒嘅同一些嘅植物精油夾向下做嘅，未做得用洗衫粉冇做茶膠。也同科學到，原來生活中有很多天然嘅殺蟲劑，自家做嘅除蟲水，唔但相對環境好，也做得保護農作物。對你來講咪較空間，使你較安心。拜二嘅下晝，聽到來田機砰砰滾的聲，試驗會嘅先生來打田。哇，安大嘅聲，我哋一群細人嘅企喺旁順看，大概都看到最白白嘅，一下嘅田都打好嘅。下來喺做菜上，雖然先生有準備樹立嘅本來條，唔過冇人愛帶，傻就直接用樹去名奶。我相信阿婆講嘅，細人嘅愛教奶就會太。用人熱到獻工微滾，先生講，
县公有乜嘅福强嘅，有县公嘅田内较松，菜尾生来咸较酱。菜上做好都来种菜嘅，大家无限扽叉总算同菜种好咧。日日爱淋水作葱嘅，还爱落皮，日日又无穷样嘅条路去做。后面来到最有成就感嘅时节菜蔬，经过太七家一段时间嘅细心细意照顾，总算有好熟成咧。摘起次次嘅强菜，感受到七家嘅3万有嘅成果。正经同先生讲嘅穷样，一条菜要先分葱嘅色，葱嘅色纯嘅长油好本颜色。虽然讲一条菜无清酱，不过系无毒有机嘅哟，也系爱地球爱环境，也系同土地共用共好嘅最好证明。一条荠菜食材甜又好食，也含本来对江中人嘅艰苦有进一步嘅认识。我唔会再个见识咧，一条这菜系无农药菜嘅代表。拍盐总能成延续。天时转换咧，虽然日头还当长年，不过身体还是感受唔到佢嘅热情。第一时间，远远看到拍拍嘅盐对农场变顺冲顶出，想来对这片行过去，做唔得嫌快下，阿婆太马上嫌。水棍咧，香米天天拍盐想到眼远唔hết，徛起树想要打开农场过嘅时节，就会听到阿婆提醒嘅声音。时间还忙多，唔切对做唔得打开来哦。我就抢做得啲变顺，用拍盐带出来嘅香米指定后冷水。从细，我就好啲阿婆嘅师傅面甜甜，好同佢去浸隔壁淋沙打嘴鼓，咩好同佢去菜园淋水摘菜，还好同佢啲做下强下无限扽叉，看佢像魔术使用嘅，变出各项客家美食。当日吃饭时节系最幸福嘅时间，寒食时节我最期待过年，因为过年前阿婆听说会做我最好食嘅咸饭。咩系我对于阿婆牌美食印象最深嘅一项。年30嘅前2日，佢會先去米店探米，全部下後同米洗搶來，就會開始蒸米。阿婆講，本拍拍嘅米底下洗成呢，聽講佢都會將強用肉種嘅哦，我接上就去看米嘅變化，切到特別看起來都強用，遠唔係悶。阿婆，米洗按舊時呢，做乜嘅都冇變化呢？阿婆就小定講，好衰木嘅，聽講人就啲咧。天晚講，我就聽聽阿婆烘床，就要看米，湊一下醬。哇，佢條真係變態呢！我得帶定講呢嘅米去冇辦呢，我就估啲旁順看到米本人送入機去，再天天地流出蝕拍嘅米醬。我會同阿婆聽數開米醬轉去，這邊同米醬用板推推定，再用石頭砸定。阿婆對我講，本日一時嘅時間出水。一下人就先來去做鹹班嘅靈魂配料，阿婆行業做下，一下班就會配到鳳葱頭同油變做好朋友嘅米絲，再並入切好嘅肉、香菇，四個好朋友強下搞料，鹹班嘅靈魂配料就好誒。一個時節，規部嘅都係香撲撲嘅米絲，最尾同佢條並入農場開始整班嘅水滾嘅，看到拍鹽出現嘅配到香葱頭嘅香米，係當歡喜。想去行開改嘅，阿姐唔記得呀做乜嘅，落妹行過來啊！有香葱頭米絲嘅拍鹽，本係想起阿婆嘅，一半牙先關頭身體都小暖起來。同落妹行轉屋卡時，我對定佢講，人哋過年前來做有阿婆米絲嘅鹹飯，好冇？姜州呢些年延續幾度阿爸清好食姜州，今擺看佢對罕見嘅拿出黃粒粒有18發點嘅姜州時節，我哋細個都會向前去，等等阿爸本姜州。那啲樹香香噴噴嘅姜州，係阿爸要到田邊摘嘅，不過一下搬到半條，還係聽到奶唔得，大家細個都小姐姐嘅，幾無人搭嘅年代。
迄有爽点嘅姜椒好食，青皮炒方面后兰水都会搭搭跌。我讲上加下木嘅细蚵嘅桂瓜，拉长甜溶溶嘅，但看下我有乜嘅写嚟跌出来冇嘅神情，那都行路都会起风，真是丰盛皑皑，沙皮浓甜哦。姜椒不好食是好食，阿婆同埋条讲，生人嘅做唔得食太多，因为姜椒较良心，食多会强怕会肚子痛。姑婆接定讲。专家讲姜椒有丰富嘅钙，有会偏嘅人未做唔得食超过，营养好又排唔出，真系麻烦呢。阿公讲唔怕，乜嘅都食得，莫贪食都好。胃肠好嘅人，姜椒食嚟行欧式较大条。阿公讲食行下下太辣，真紧呢，乜嘅都唔当命重要，食落肚嘅东西咽唔出来，少食一些。阿公讲，头排种姜椒有一屋嘅老嫩太细，是姜椒屋。作定姜椒嫩嘅sản婦，日本路經營萬記路都係食果子擺薯條，飲水思念，人哋會感謝嘅當時種姜椒嘅人傳入當當愛妃，一下姜椒較成種嘅，後生嘅將日條洗面做，假使係獨到風采來數一年，乜嘅都冇嘅，會叫都冇木質，會隨心肝嘅。台灣天氣好，一年四季都有出產姜椒，冬椒係最好食，養生嘅時間長。又香又甜，老太細細聲嘅問：姜椒用位玩玩？阿爸爸用佢忠實嘅眼光瞄定老太嘅頭腦，悠悠嘅講：姜椒位玩玩係因為本日條椒嘅關係，一種姜椒有當多特性強下，日條無法度平均照到每一條細條嘅姜椒上會較夾太，十萬股對定日條約束，姜椒太嘅都變到玩玩嘅，人生就會咁樣。愛成法愛生存就會神忙大病，天下無拍夾嘅飯菜，愛很做真會有好食。番薯林秋香研作，當伊變好嘅時節，阿爸會食材來將來兩姊妹轉屋卡，佢將來就會妒忌，聽說會當公會去市場買到人搭本來就準點心食。一下茶，我遠遠就睇到香噴噴嘅米絲，後來水菜時嚟就當當跌咧。阿爸，佢係乜嘅米絲暗香，做得買本來就食冇。我女唔係講，好啊，佢係配番薯啦。阿爸講。我同阿姐實實去買，阿爸咩順勢買一些生番薯，講我煲番薯湯本來就食。轉到屋卡，阿姐做手都唔掉拿起少少嘅番薯上去擱在。阿爸講，我有規矩，先拿去幫阿公阿婆食。冇想到阿婆實戳樣一下講，阿妹愛哦，冇愛，我冇愛。我想唔同中文講，阿婆嘅番薯配到香香軟軟，以後落在唔用冇食呢。阿婆就講佢寒色嘅時節，屋卡苦到冇米飯好食。睇見晒講屋卡太細度見我都是，煮飯時就同番薯刷簽，並啲一些系列嘅泡米麵檔。甜飯嘅時節爭吵吵啊！故說一碗飯都難請唔到幾粒泡米飯，年4年從頭都是番薯，食到薑，都嚟下健康到番薯都味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阿婆將會連累一下都鹹。唔過阿爸同埋就講過。番薯係當有營養嘅，做得幫助消化，對胃腸當好。故所以下嘅人為到身體康健，就講愛多食番薯來保健。冇想到頭擺係窮人食嘅番薯，見一下煞變成富人受到有存，名上挑香港送得台面嘅食品，天意熱。阿妹同佢調成番薯切骨煲番薯湯，嘅甜甜軟軟嘅番薯骨，食到嘴度甜到心肝度。連三馬都會吞落一樣嘅，有一日병學轉到屋卡，發現병啲別國嘅生番薯，是包牙參筍嘅。看見嫩葉一日見上見過，見來見用，係當好奇就問阿婆，
番薯无答来让我上到安江咯。阿婆小定讲，就像我两姊妹穷养按好学，因任务都安泰的，带伴屋下新嘅希望同欢乐。我想阿婆咩希望，我就像番薯穷养，一生一个，带点梦想去体验去行出自家嘅人生。